鑽石咧個個都好中意噶啦，但係鑽石型廳咧就係每人都喜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 歡迎大家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今集係介紹一個舊樓翻新嘅項目啦，係位於藍田嘅麗港城，實用面積係517尺嘅兩房單位，已經係有30幾年嘅樓齡噶啦。咁究竟點樣設計可以令到單位煥然一新，化腐朽為神奇？大家一齊嚟睇下。舊樓嘅單位圖則一般都係唔絲遮，多橫梁位、佈局難擺位，容易浪費空間。但係只要喺設計裝修上花點心思，就可以解決呢一類型嘅通病。以呢個單位為例，咁我哋就係以燈槽嘅設計啦嚟修飾橫梁位，同時滲光嘅效果要提升單位嘅格調同埋明亮度。首先，我哋講下擺位。入門口區域，我哋設計咗高身嘅鞋櫃嚟分隔開玄關嘅位置，形成一個緩衝區，加入特色嘅花磚作為點綴，為空間增添色彩。然後我哋係拆咗廚房原有嘅牆身，做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可以擴展視野。而浴室方面，都係拆咗原本嘅牆身嚟重新規劃。我哋將洗手盆放喺外面，從而可以達到一個乾濕分離嘅效果。原則客廳係一個鑽石型廳，但係戶主係想要修飾鑽石型廳，唔想要一個斜嘅擺位，希望 TV 係對正 sofa 嘅位置，想要客廳係視正，所以喺規劃上我哋就將電視機櫃同埋個鞋櫃嘅設計互相配合，咁就可以滿足到戶主嘅要求。設計上，我哋將 TV 櫃做成一個不規則嘅雙面櫃，呢個形式除咗可以修正客廳嘅空間之外，亦令到整體多啲儲物位。而側面我哋設置咗玻璃飾物櫃，可以擺放戶主嘅心頭好。因為原本單位客廳有個窗台，所以為咗整體設計一體化，我哋修飾咗窗台位，運用咗木色，將呢個空間打造成一個舒適嘅休閒區。平時可以喺呢度睇下書、品下茶、睇下外面嘅景色。拆咗廚房原本嘅牆身之後，飯廳嘅空間同埋廚房係連貫一體。喺顏色上，以柔無感嘅煙柳灰綠作為連貫空間嘅橋樑。飯廳嘅最大特色就係設置卡座，加入咗畫布作為焦點，襯托出田園風嘅氛圍。卡座嘅設計慳位之餘，下面都係可以用嚟儲物㗎。嚟到廚房嘅位置，牆身運用咗特色嘅花磚作為點綴，令空間冇咁單調。顏色方面，運用咗煙柳灰綠配搭淺灰色，出嚟嘅效果都和諧舒適，俾人一種清新自然嘅氛圍。推開隱藏門，右側可以見到浴室，運用咗拱形門框嘅設計。我哋將洗手盆外置，分開乾區同埋濕區，一家人生活使用上都會更加方便。跟住嚟到房嘅設計啦 ，Let's go！ 主房風格主要係延續田園風，加入弧形元素，配合木色設計，增添柔和感。無論外面有幾大嘅壓力，我哋都希望戶主返到房休息嘅時候，都可以感受到舒適同埋放鬆。細房我哋盡量滿足戶主嘅願望，因為係2個小朋友一齊居住。第一個要解決就係收納嘅問題，所以我哋增設咗地台嘅設計啦。平時都可以作為一個活動遊樂嘅區域。整體色調都係運用蘋果綠配搭淡黃，配合山脈、圍欄、屋頂等等嘅造型元素去設計，為細房增添趣味性。無論係田園風、還係輕奢華風，或者其他嘅設計風格，只要透過室內設計，一切都有幻化成真嘅可能。今次單位嘅業主係喺未收樓之前，已經同我哋溝通落實晒所有嘅設計上嘅細節，只要一收到樓之後就可以馬上動工。如果大家係對室內設計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。記得要 like 呢條片同埋 share 呢條片出去啊！下集見，拜拜。